人生上海做安尼，沒冇法度。我講就自家想辦法去研究做自家算係自家的料理。我知道做一隻料理就像做一個研究，所以做一陣就算係你自家有反應嘅。可能老年媽媽、老年爸爸冇朋友，唔過啲係算係你自家的副業。你還記得你第一擺煮出來嘛個時間？國中。國中就開始哦。冇嘅，我開始就想講，我媽媽當年啲做下，都係咩咩乜嘅東西，你媽按後面哦，還是凊彩煮哦。一路本煮哦。聽佢講，給你掉，給你教啊，唔教看啊，你順風種電啊，看人冇留啲做下幫嘅就凊彩就可能我那個染乜自家染幾多啊，自家買幾多啊，加埋調味啊，就自家想辦法，叫煮出來。第一擺記得係煮人草，我記得叫人草煮出來甜都不會死咁啲。我爸爸就煮咧就講，當好食，行業辦不夠煮。多了一人就很懂事。媽媽會喊啊嘞，我覺得很不錯哎。哦，媽媽還給我抽點太假的東西。今天是阿中姑煮的哦，哈。煮貴族哦，亞風哦。就進來做兩次菜。今天是阿中姑煮的哦，太假是可能不好吃，不能吃。以後呢，也變做唔貴好嘅回憶哦。還是有一種，就一種鼓勵，佢前面冇動的人。係啊，那種哇，給人媽媽有冇當安排呢？係哦，反正有種的嘛，無路太甜，無路太鹹，無配的啦，路安尼啦吼。冇用白。